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4年的9月19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19篇169节到176节，士师记第6章第1节到第10节，哥林多前书第2章第1节到第5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十架。诗歌十架为我的荣耀，他的副歌歌词这样写道：十字架，十字架，永是我的荣耀，我重罪都洗清洁，唯靠耶稣宝血。其中4节的歌词都在形容了基督十字架的救恩。十字架救恩所特殊的地方，并不是因为它的形状有多美，也不是因为它有多高贵高尚。十字架原本确实代表着罪恶、死亡、羞辱，特别是在哥哥他山，我们称为骷髅山，这个上面更代表着没有盼望的这个世界。士师记第6章第1节到第10节，记载着士师时期基甸，他那时候的以色列人呢，离开了上帝的真道，他们就必须要自己去面对苦难，就是米甸人的骚扰与战争。在面对强大的米甸军队，以色列人几乎可以说是束手无策。经文记载说道，以色列人民又得罪上主，因为上主把他们交在米甸人的手里7年。米甸人比以色列人强盛，以色列人就躲在山洞里或是山上安全的地方。每当以色列人播种，米甸人就伙同亚玛力人和旷野的游牧民族来攻击他们。这些敌人对着他们扎营，损坏土产，一直到南部的加沙地带。他们抢走了所有的羊群、牛群和驴，不留下一点东西给以色列人做食物。他们多得像是蝗虫，带着牛群、帐篷蜂拥而来。他们的骆驼也多得数不清。他们侵入国内，毁坏全境。以色列人无法抵抗，就求告上主。以色列人祈求上主帮助他们抵抗米甸人的时候，上主就派了一个先知到他们那里，向他们传达上主以色列上帝的信息，说：我曾经带领你们脱离埃及，离开了被奴役的地方，我从埃及人手中把你们解救出来，我也救你们脱离迦南的原先住民的手。在你们往前推进的时候，把他们赶走，把他们的土地赐给你们，告诉你们，我是上主你们的上帝，你们不可以拜原先住民亚摩利人的神明，可是你们没有听从我。以色列人需要上帝的救恩，上帝亲自为他们征战，就如同出埃及的以色列人一样。但是呢，这个先决条件是以色列人必须要先回转向上帝，再一次的选择跟随上帝的脚步。对基督徒而言，这救恩就是上帝借着耶稣基督所赐下的，是十字架的恩典。哥林多前书第2章第1节到第5节，保罗的书信这样说道：
弟兄姐妹们，我从前到你们那里去，并没有用什么华丽的辞藻和高深的学问对你们宣讲上帝的奥秘，因为我拿定主意，当我要跟你们一起的时候，除了耶稣基督和他死在十字架上的事以外，我什么都不提。因此我到你们那里去的时候十分软弱，又害怕又战战兢兢。我传的道所传的福音都不是用委婉动听的字眼，而是依靠圣灵的大能力来证实的，使你们的信仰不根据人的智慧，而是以上帝的大能为基础。如同我们前面分享的，十字架并不是什么华丽的装饰，也不是什么高深的学问，而是因为上帝爱世人的大能，将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赐给了世人，为了世人的罪而钉死在十字架上，成就了上帝奇妙的恩典，赐给世人救赎，使人靠着他而得胜的大能力，如同基甸以及少少的部队来战胜米甸的大军一样，他们就是靠着上帝的大能力。诗篇119篇170到176节169节到176节，上主啊，容我求助的呼声达到你的面前，求你照你的应许赐给我悟性，容我的祷告到达你的面前，求你照你的应许拯救我。我要时时刻刻颂赞你，因为你将你的律例教导我。我要歌颂你的法律，因为你的命令公正。求你随时帮助我，因为我遵从你的命令。上主啊，我多么渴望你的救恩，你的律法是我的喜乐。求你让我存活，好使我颂赞你。愿你教导帮助我，我彷徨像迷失的羊，求你来寻找你的仆人，因为我没有忘记你的律法。十字架是多么沉重的救恩，感谢耶稣基督为我们的软弱，为我们的罪而走上了十字架，赐下的救恩使我们能够靠着十字架的救恩来得胜。感谢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